大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7的迦南之声。我是优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是我的拯救者。我们要来读诗篇35篇到36篇。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那时我要因上主喜乐，因他拯救了我而欢心。诗篇35篇第9节。15年不能睡，负面声音来促使忧郁侵身，直到上帝的声音拯救。自从家里迎来传统信仰的神明吴永庆，便开始长达15年的睡眠障碍。不仅仅难以入睡，就算睡着也总是容易听到负面的声音，建议他去做不好的事情，甚至还看得到这一些负面声音的鬼魅形态。高职毕业之后，他睡眠困扰到一度想自杀。关键的时刻，他被上帝正能量的声音温柔唤回，因而呢，他就到教会来敬拜神，并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经历了上帝大大的医治。他也克服了睡眠的障碍，更进一步找回家庭的快乐与温暖。这让我想起到圣经有提醒我们说，上帝所爱的要让他安然好睡哦。诗篇35到36篇其实透过诗人大卫的经历，向我们展现了上主他奇妙的作为，他作为我们的拯救者的重要性和伟大。特别是在我们面对逆境和困难当中，当我们面对仇敌和冤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诗人就说，上主是我们的保护跟拯救者。所以我们要透过这2篇的诗篇来探索它的重点，并体会这位上主如何成为你我的拯救者。第一方面，首先我们要从寻找上主的拯救和公义。诗人呼吁我们在困境当中来寻找上主的拯救，这是他的生命经历。大卫他向上主求助，求他与攻击他的仇敌来征战，就是代替他来征战，伸张公义，为他出头。这提醒我们，当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跟冤屈的时候，邀请神出来，信靠上主的公义，他的大能必胜过这些仇敌的手。第二，我们要看上主的慈爱跟信实。诗篇36篇彰显出上帝的慈爱跟信实是无穷尽。大卫王他赞美上主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信实高入云霄。他表达的就是上帝的慈爱跟信实是无止境，很宽广，使我们明白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上主的慈爱跟信实是永远不改变，所以他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拯救帮助者。第三，我们要来盼望和平，盼望跟平安来自就是信靠上主。35到36篇都强调信靠上主所带来的盼望跟平安都是从他而来，所以当我们信心放在上主的身上，我们可以来在困境当中找到平安跟盼望。无论我们所面临困难多大，上主比这些困难还大，所以它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可以躲避的场所。
第4个，我们看诗人要我们来赞美和感激、感恩上主的救赎。3属36篇在他们的结尾有呈现出赞美这位上帝、感恩的态度表达出来。大卫王赞美上主他的拯救跟公义，感激他的慈爱跟信实，提醒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面对上主的救赎，并持守赞美的态度。这2篇诗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激励呢？透过诗人自己生命的经历来鼓励我们勇敢面对困难。35篇教导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困难，特别是仇敌，还有他面对冤屈的时候不灰心不退缩，他坚信上主的拯救和他会出手，他会展现他的公义。第2个，激励我们依靠上主的慈爱跟信实。既然前面提到说上主的慈爱跟信实是无穷尽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犯错，上主用他的慈爱跟信实来包容我们。第3个，抱持的盼望跟平安。无论我们所面临困难多大，就如同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是世人不可能给你们的。这激励我们在困境当中不要丧失信心，用信心和盼望的眼光来看待未来，并在上主的平安当中得到安慰。最后一个激励就是我们要真的活出感恩跟赞美上主的救赎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可以打开 YouTube， 你可以选择那一些赞美的诗歌一起唱来赞美这位神。你知道赞美所带来的能力是非常之大这提醒我们用感恩赞美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在经历什么的困难试炼还是祝福，让我们心存感恩赞美上主对我们的拯救跟保护。我们要宣告说，上主你是我的拯救者。我们来默想，你如何在体验到上主是你的救赎者呢？你如何去体验？你可以分享一个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上主如何帮助你，如何拯救你的经历吗？你可以描述这一段的经历对你的信仰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创造主，你是供应我们，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以感恩和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指引，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领我们，使我们因着你的公义和真理来突破我们的困境。主当我们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求你赐予我们勇气和坚定的信心。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刻加倍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勇敢去面对一切试炼和困境。最后，我们要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要邀请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做主，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永远顺服在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因上主喜乐，因他的拯救而欢喜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哦。